吃懂吃，來做事。細細的世界，阿妹的裁縫茶不是聽歌，用一針一線幫愛豆撕了包做個手，茶膏一兩又一兩，每個月一年又一年，呀，就是我的阿妹用家也松樹，唱戲也健舞。記得冇？特別要全部填。對呀，我媽好搞細細時節哦，老同學啦，然後就一搞奶就當歡喜。哎，細細時節有奶好搞就當好的呢，真的。哎，你記不記得媽媽以前在做那個家庭代工啊？對呀，然後剪個芭比娃娃。我最討厭啦。對呀，剪個線頭啦，剪那個咱們個那個洗啊的哦，剪不好我被打，故送我大白就瞎扯。你每次都跑第一，哎，阿嬤，阿當乖哦，最好是你最好。要不然就害你姊妹，我媽媽發虧哦。你唔拉你了，哎，還有葉片，特別中東的菜，那個吃鹽插啦，那個細細黑蔥誒，不卡煮出來煮，那就頭炸，不然呢，回到鄉下很舒服。哦，那個走進來行一路就冇空樣，流蘇花，流蘇花，對，你流蘇花又叫做什麼？沒看到。四月雪，這你還搞？哎，你不要搞錯哦。老個五月雪冇空用，五月雪是油桐花，那麼有學問哦。知識了吧？好了，哎，都會啦，都會啦。好。哇，總算到了。走走。媽，轉來啊！媽轉來了。啊，轉來啊！哎，啊，有食餐嘛？冇，今日當孫，沒撩人咩？當孫就好。按要不我身體好冇？還好，還好，還冇頭拿輕輕冇。有些的。不過面色看起來凍僵呢。有化妝，有化妝，你分享來的好冇？哎，有化妝有後生的東西嘛？有嘛？完了，當好事的演呢。買咗來。買咗。哦，來，是。然後啊，當上呀米線呢？有準備好的。好。哦，要相同的肉丸哈。應該從細食到大，我相信要當到帶沒有的人哈，賺了一天20個米絲，皮還能按用軟軟，人老輩好容易做的吃唔多。然後我主要我做家己包豆腐乾啦，還有竹筍，對，腌米絲我做很當真的，尤其係哦要蒜頭，加自家做來做咩，好食，還能重要，肉丸、肉卷。百年不變，真的，把紅蘿蔔、木耳、高麗菜，對不對？都是配很多青菜，那就米絲還那種吼，真嘅係細細的米絲，過下大概好多台北就會上。大概轉了，媽媽就會準備好。對，有時候我媽個做媽買咗以為好食，真嘅夾個米絲就當好食。我們美麗全部講挖雞，後來我研究，你還有研究？真的，因為他講你我媽會講好肉啊。講好肉肥平，就講肉雞，其實嘅肉雞就講肉雞，所以從細就講肉雞。只有你到台北，有時我去表演吶，也係講課的時間，讀到客家人佢講，哎，沒有你當好食的肉雞，你點講係啲沒有你來的。所以一種理念哈，他在當地講當官的，你講肉雞嘛？肉雞可能係學落法。對，就係講的肉雞啊，真嘅，我食到一下還能吃到。一種米絲自由沒有理由，米絲做會特別濃，因為啲蒜頭哈、韭菜，那是那種米絲。只有苗栗有。爸爸媽媽懂得煮飯哈，煮菜。爸爸因為是外省人，對，煮會專門麵條、水餃、包子、饅頭，都自己擀麵，真的。嘛，因為客家人，所以煮會全部係好食的客家菜。哦，尤其過年哦。蒸飯的啊，對啊，菜頭飯啊，甜飯啊。媽，我最懷念你的蘿蔔糕。蘿蔔糕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外面的蘿蔔糕偏粉，你的蘿蔔糕是蘿蔔洗冰凍的，知道嗎？放很多，然後抹香蘿蔔粉粉啊，吃起來就那種沒有那個嚼勁，放點胡椒粉，所以呀，有時都蘿蔔去吃個蘿蔔糕啊，就知道哦，真的沒酸哦，真的。
蒸點油暗後，世上只有媽媽好，只有你的蘿蔔糕最好，對吧？真嘅，唔過唔相干。你大概煮飯就是根本按不一樣，我就煮。老小說我煮兩樣菜本身，你做到了品嘗、評鑑、評分一下，看有人細做飯就是快慢飲都慢嘿，好，你就等食就好哈，做得嘛，哈。媽咪，你這些參有嗎？一件80不？哎，冇便宜呢哈。很便宜的，這很難種的，一難種哎。哎呀，當好種好嘛。對啊，點也都難種。真嘅哦。係啦，老實講，也嘛個菜就當歸。我通冇，啊通很軟條的哈。假講誒，講得按緊啊。哎，你當好啊，當新鮮啊。你頭家種了一講誒哈。就按差不多的啦。可以冇？哎呀，讓我稱一下。哎，但他要買一點紅椒啊。哦，可以配菜哈。這邊有肉。這邊有哦，這個當便宜，買一隻紅椒。哎，頭家的紅椒一斤幾多錢？哎，一件80。幾多個？幾多個冇？哎，好，一張好啦，一張就好，一張就好。 25塊。哎，當便宜，糖就一斤哦，貴到要死啊，有冇？哎，你較便宜的哈。你那個便宜。係啦。菜都落下來。落下來。哎，較便宜就迄莫嗰個股價緊落，有冇？生奶料，生奶料。安子 C 哦，哦，安子 C，吹凍醬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幾亂？亂，沒有。哎，你還亂？哎，凍醬呢？然後一盤都冇空用。嗯，我青肉蒸。你還煮雞蛋嘛？嗯，真緊。哎，七嘎肉哎，七嘎肉哎，昨天生的。昨天生的。新生兒。新鮮的。新生蛋。 真緊哦！只要水煮蛋要放個2天，才不會粘殼。哦，安樣，哎，真緊凍醬，哎，買呀好啦，什麼講個亂來又便宜。好，小心，又啱啱講客家話。哎呀，七嘎青肉汁的。什麼個？青草茶。青草茶。七嘎煮的。RO 的逆滲透水煮的。哇，這都我一手煮的。老闆，你真講究哦。廣告樣買一定沒老唔買哦，還可以吃零，哎，用太低呀。不會。好，安子 C， 安子 C。沒糖，對，沒有加糖，而且很符合健康的感覺哈，很順。後來要亂，是我自己熬的，謝謝你。亂要賣，一大包才100塊。真緊，南牛市場，鄉下就是很有人情味，而且真的懂品。謝謝你的。唔，安子 C， 安子 C 哈，感謝，謝謝安子 C 哦。哇，哎，真的。 昨天生的，新鮮的。那你今天那個菜一定做出來非常的新鮮，那個七前插也按齊，跟亂也按齊。嘿。啊，要買要快。哦，葱哎，葱哎，薑買啊，對吧？啊，薑嘛，買到薑嘛。老闆，你這薑肉薑。人家薑嘛。哎，薑嘛。要做肉薑啦哈。哎，要肉薑嘛。哎呀，沒類似會肉的一年呢，會肉的哎。 我覺得你可能用量比較好看，差不多一張嘢很多，也差不多。那這個就買一些了嘛，你做一盤出來聽聽啦，唔會買咁多哦哈。我接條來買就好誒。頭家引導，阿妹講法。對呀，那個蔥誒，蔥誒，我的蔥都沒凍食。哎，也沒迄蔥誒，我是比較大把啦。通用嘛，拿30就好誒。幾多錢啊？要32拿30。哦，好，蔥也買。也做迄較太白啦。也太白，也太白，也不亮銀誒。哦，亮銀誒。這是餐廳用誒，家庭用的啦。對。OK。蔥誒幾多錢？冇。蔥誒要30啦，60。啊，60拿50好啦。哦，安子 C 哈。頭家太棒了，頭家牛沒有？哎，頭家牛按醬。好來。還真你就賺了買菜上有種親切感。當年會做倆薑嘛？對，那請到做薑。嫩薑。這個安子 C 哈，可以嗎？哦，對，要這點，我料死。好，安子 C。OK。
擺個濕水飯啊，記得冇？是啊，大擺就用個筆記絲，真嘅。對，等到紀念了要1禮拜1張嘢，爸爸讓去拿錢贖人，等記絲。一個頭家妹以後，這是不會記絲。對啊，要就相信你啊 ，OK。那我去買煮魚，煮魚，啲下還買一個煮魚，買唔到，所有媽媽已經幫我先訂。我發覺啊，今日我煮的洋菜一天都不用要煮魚。哦，這條揀哦，要緊，哎，做就挺好的呢。Thank you。好加油！哎，你媽媽就講，哎，先來聽個煮魚呀。安娜，也當時你買煮魚哦。真的哦，做成年年吧，100年不考20年吧，還是。阿公把年年拿來。安泰呢，哈。全糖用較多啦，哈。哦，安泰哦。哦，我啱買到個豬肉。唔是度嘿，夾定嚟就好。豬腰迄，也係較甜的。條乾羊當女吼。係。伊都自家就會煮呀樣菜嘅。你啊，你專去自家吃。自家吃咯。差外懂。懂luôn hả? Ok. Ok. Anh được cái多錢？anh吃這啊，一重哎哈，anh吃這，anh吃這哦，好。看哈，要硬扯，不是要翻過來。用拉的。哎，失敗，這個太脆弱。來，再一次。來，用對，哎呦對嗎？哎對，這樣對吧？都壓都差唄。哦，哎呦就對了哈。也沒有很難呢。我接下來表演一個眼睛閉着，有沒有？好快嘞！啊，快嘞！老闆有聽面冇？關於他來打工，我只要一學會就不得了。懂吃懂吃，會做事。所有的粽子、菜包、板粽、葷的、素的都有，有生蘿蔔做的菜包哦。菜包，蒜苗粒一定要吃。對，小乾娘，菜包。煮龍飯，這是濕的，對，我知道。濕的啊，這是乾的。對，要包蘿蔔錢呢？蘿蔔絲，它是生蘿蔔，老闆就是新鮮的蘿蔔炒一炒下去。老闆，我客家人，住苗栗，所以客很熟。你是不是客家人？一半一半。跟買一種啊，也就也捏板做，唔通啊，就講客家人的，迄個或者叫那客家人買客家東西，我講客家話。你都底部一個蘿蔔錢哦，這蘿蔔是新鮮的，在新鮮。哎，啊，你那個是蘿蔔，那是曬乾的。幾多錢？一個30塊，一個30塊。對，啊，你這個一個25塊。一個25，哦，比較便宜哦。對對，因為濕的它比較濕潤，不好包。你知道嗎？買到加多一片買過來，所以以為你就然後買到尷尬。好的，謝謝你們，謝謝啊。你當某呢？你的尷尬意思嘛，就是減價，便宜一點。哦，好，沒關係啊，請你們。不能做小生意也有，我跟他開玩笑，因為我叫他，哎，他真的便宜5塊，真的，對，有獎有機會，都夠他敢發了，很可愛，安是誰？好吃好吃好吃哦，謝謝，買黃梨，買黃梨，要錢，我哋要揀哦，哦，有噶，有噶，少了100，啊，便宜哦，還便宜有甜哦。當甜我吃的嘛，叫我哋。就講人家黃梨用啊，細粒嚇，要種上啊，你種啊。好可愛哦，品種的問題。壓貨呀，小家庭啊，太厲害。哦，對。跟人家的我不要自殺哦。哦，你不要自殺。哎，我不要自殺，你幫我殺，你給我殺，因為回去哦，真的，你幫我殺，我要自己挑一個，你幫我挑。這個沒有噴農藥。真的。我試試看看，我發覺哦，他趕緊哈。買出來就還會酸的味嘛。快吃鳳梨哦。我都靠這個保養。真的嗎？哎，好吃的鳳梨哦。說嘛？超級甜。好吃嗎？好吃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賣鳳梨還穿還打領帶。你是在那個銀行上班沒？公司規定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準備以鳳梨王子起家。安吉車。哎，你幾多錢啊？不行啊，不用錢，不用錢，真的嗎？公司招待，不好意思，招待，不行啊。哎，你們講來的哦，專門便宜，對不對？這有本條幹嘛嘛？這樣嘛，你算半價啦，我不要錢，不好意思。只要買一盒送一盒，買一盒送一盒，買一盒送一盒，因為你們這麼美麗，才有這個機會。哦，老闆，老闆你嘴很甜哦。你嘴是吃了鳳梨了是不是？那麼甜。
爸媽教的，出門有交代。老闆謝謝哈，安子生。謝謝。買的差唔多誒，你再來學一下誒。好啊。伊面係等我帶你去一個懂貼片、懂神秘的地方。Thank you。好啊。你們好，帶我落去嚟，然後學習武劍，摘木米啦哈，好，摘木米之前哈，我從係先淋下水做的嘛，淋水哦，因為個木米吼跳蚤誒，看那邊看那個全部跳蚤誒，第一淋水吼，那邊輕下去叫我噴水，看我先噴下擺，看到噴，噴的時間要有角度，要有角度，由下往上，沒有蛋糕由上由上往下，剛好相反。噴的時間有點30度的角，還有角度哦。我用行動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這樣哈，冇噴到個，小開眼的，由上往下，這樣對嗎？高100哈，來，高100不及格。用安尼，邊邊安尼邊咧安尼，輕下去之後就。上下，了解。不是這樣畫一般，這次一定不會錯了。先輕下去，用上下，對，有模有樣嘍。哎，可以耶。你有沒有切米要用淋幾多擺？應該要淋3、4擺哦。3、4擺。你看這個位哦。哇，這個位，要滋潤到每一朵。我以為有淋到，以為冇淋到，說不得哦。很有趣耶。替拜，替拜哈，所以它要很多水分哦。要它多水分就是跟女人一樣，對，要有水分才會漂亮。我找，你哈摘好了哈，先洗的木米哈，我看得到蛋糕，我有安尼，啪，你啪的嘛啪都。講的隔水層有嘛？隔水層，對，膜就對了，像保護膜，真的像一朵玫瑰花。苗條佢都會積水的哦。所以你看冇被買哈，全部買的，吸很飽的水哈，都緊。對。這個糖講人家農創哈，做樣夢蜜，唔但像按樣槍式煮出來聽，唔但發明了一些新的創意，老樣夢蜜做當到特色的料理，係嘛？一系列啦，好上條唔敢講。哎呦，那麼謙虛幹嘛哈？做得講愛的，要做到的東西，不愛的開一下眼界。好啊，冇人來教一下甜圈啊嘛。甜圈用木耳，用木米。替拜糖豆呢，很新鮮呢。好啊，一條。不過你係摘嘅啊，你係冇摘，摘就會下來啊。講愛就摘嘅啊，用這個摘嘅，這個嚟做做。剛剛用的摘。搞100哦，好，我拿出來，我等下看。好，拿一下皮出來。好，摘的時間要數張，打開來，你抓它最裡面的地方。好，莫用按你折的，要硬扯，要用扯，要用扯的啦，要用扯，不能用折，折哈就不行。你用這樣扳，把它拉出來。你會發現這蛋糕有冇？木屑呀，或者要點某些東西給我綁出來。這些就不要了。要毛耶，好，這個有個上個檔架。OK，好，那我試試看哈。要硬扯，就是要反過來。用拉的。失敗，這個太脆弱。來，再一次，換一朵，換一朵這個。哎呦，我真的，真的是您講隔行如隔山哈。打落哈。對。來，用對，用對，對，這樣對吧？都壓住超嘅，用這對哈，也沒有很難呢。係啊，你摘多嘅當然會低啦。好啊，很強啊，對，越來越好哦。我跟你講，我接下來表演一個眼睛閉着，有沒有？好快嘞，快嘞！老闆有聽面冇？快點下來打工。我只要一學會就不得了。不用對片，不用對片，不用蛋糕給片。像安尼凊彩摘都也都2、3斤呢。
我跟你大家做個特色料理，按樣拉嘛。拉啦，我跟你講，叫做很多大宋，係咪？大宋都是要送來，有特色。OK， 好，這條羹啊，然後多炸地位。好啊，多炸一些，大家都得用。我冇算錢哦，我冇算錢哦。要一隻好。哎，哇，越來越成熟哦。好，你现在全部倒下去。好，等一下，素氣味捏起來然後冰誒。做燉嘛？哦，倒下去，倒下去，你有冇全部倒下去？倒下去。好，倒下去。唔是加水，唔是加水，中間葉子空。我攪粉末來嘛。不是，不會。他問我會不會做水泥工？你覺得呢？我那麼優秀，我會做水泥嗎？但是我沒有看過，也但我會。啊，蛋，這我會。打在這個洞裡面。哎，對，這我知道。大家都空。對嘛？啊，對，我要然後呢？火山羊哎，火山羊，然後把那個酵母倒落去，好，倒落一奶油，全部哦，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。人家說懂時候生啦，料倒就好生。哦，應該一蒜頭是番油嘛。伊個pan的不用給到哈，蔥薑蒜辣椒的哈，不用料，給出來一聽就太有味。OK， 好，然後就攪下去，然後就一起。哦，還有這個木耳露，全部哦，木倒1/3入去，都差不多都要熱。哎，啊，分批還擺就倒落去，從下去。這樣，我是的，好嘞，燙到位，大方一點。哦，黑金呢？黑金，這我最會，因為我爸爸我會攝影，小的時候都會用這個啦，做什麼包水餃都自己擀麵，所以是大概這個概念啦。差不多，對，然後嘛，哎，冇啦，飯店不錯，你這真給像細什麼樣？哎，今日有細到甜甜圈沒按改呢。對呀，哎呦，真的呢。來，我來，主要是拿捏這個比例啦。這段時間我上多用要做個甜甜圈哈，貓咪哦，因為吼小朋友們，馬開很多上多小朋友，來年呀農創體驗的時間，不要是得無空用的東西。所以嗰類 DIY 咩 ，DIY 都講，要搞嘅食農教育啊，嗰度吼小朋友都講啊，等於我做同學，因為亞些年的吼。住在城市裡面，東多東西，像就戀愛就像不是出空樣的，體白看到個貓咪哦，按樣炸的呀，東神七，所以這就是相反過來。小時候住鄉下，對不對？想要住城市，現在住城市都回歸鄉原，然後要體驗，像我的隔壁就轉了體驗呢，對，然後就等它發酵，差不多20分鐘。好，蔥我們要這個爆香用的哈，這個收走。你太浪費了，我跟你講，拿出來，拿回來，拿回來，我就已經切了。媽，你真的客家人呢，你這樣還要幹嘛？我切這個一點就好。真的敗家女啊！好，對，你看這個表情都很多的。媽，你覺得我今天這樣子動作怎麼樣？差不多，媽媽的7、8分，還沒有得到真傳。你滿分是幾分？100分，100分。我7、8分，那你要求太高嘍。懂吃，快做事。好，20分鐘到了。哇，開箱呢哈！來，給你哈。塑形。哇，哎，真的懂講，完全不一樣哎。真的。好。哎，真給。哎呦，就會發酵完成的。哎，真的，真給比較它胎，而且比較扎實的感覺。那頭蓋人家剛來的一秒鐘，好，不用多整盤哈。哎，我這樣，我剛剛看，我覺得很療癒。那看到壓力這種細玩具這樣。對，還有很療癒耶。這個是出氣筒，有沒有？腹超個真的。搞奶油嘛哈。對，這樣就跟做蔥油餅這樣。不好捏哦，不好捏。然後這樣，一樣的挪一挪，要挪多久？挪一挪就好了。好，挪好就放旁邊。就這樣。你還做湯圓呢？對。我先做一個那個小個的，好，大概是這樣，挪一圈啊。
对，然后盐呢，里面揉一揉。你这小孩子来体验就很好玩，像告奶。中间那个动，有没有？动哦，拉，好像橡皮筋有没有？甩一甩可以射出去啊。你怎么那麼快就完成了？這就是對，蔥油哦，還要這樣哦。對，好，這個就可以了。看到沒有？所以不平均沒相干，沒關係。我這做記號。好。那如果壓扁用這個啊，我想要用那個型。好，我們來用一個壓扁的。對，用這個壓的。老闆很有耐心，我這樣子其他都不會生氣。你真的是一個教學的好老師，對小朋友就要懂有耐心。對呀，慢慢的來。哦，這個問題是要怎樣把它拿起來呢？用那個就這樣，我們先炸你這個好不好？好，這樣稍微移一下。好，我們來炸這個。好。各種型就以為甜圈哈，真的是哎，我做讓它剛做的花有沒有？麻花心形的，你看變形的。我試試看口感怎麼樣。好，我切的那個我們自己做我們的鹹。哎，真的很懂特別，它不會甜，而且改個粉哦，因為是有發酵過，其實就跟做麵是一樣，有嚼勁。所以老闆，你還意思講，還有用素這個切的哦，然後你要機器做的無空用，無空用，這款呢，給你看，這比例無空用，也是用料無空用，力度不一樣，力度不一樣。切的有誒，因為捏得好，冇發出圓圓的紅太黏呢。哦，吃高內都低，量再長。它口感比較均勻。第四都低耶，真的，懂嗎？對，真的，有點像麻糬這種人嗎？哇，真的，還是你比較厲害，真的。機器做味它均勻。你也分享一下哪種做味口感？有及格嗎？好嘞。M V 啊，加糯米跟鹽草、木耳。在香腸裡面是會產生什麼火花嘞？這個出來嘛？好脆哦！吃不出來有放。這個還得味。你除了木耳還有什麼？肉、木米、公牛。真的很特別呢。還有個就都木耳露前的木耳露啊，真的全部健康料理。還有兩種口味，有一種花的味道龜髮。龜髮，胡同就後來薑麻，很多啊，木耳炒薑絲很好吃，你就從這邊開始去發想，對不對？吃完這兩樣東西，可以這個，真的哇，通體舒暢，可以解膩哈。好嘞，小嘉，吃頓然後這個料理，然後準備去煮菜了。好啊，謝謝。哇，今日我來介紹我媽媽細細時節同我做嘅咩嗌做當好食嘅菜，很多黃梨、糯米、炒煮魚哦，糖都要煮魚哦，高難度的菜，就是說像這種阿梅哈來現場監督嘛，你看要煮魚，安太長，佢安樣處理呀？拿多個細條黃細兩條，葱碎葱的又輕的又再個葱。師大夫，講安當阿咩毛毛，安來。搞愛都用細吼，你看下煮魚安太喲，來，天數嘛，好來，媽，你看煮魚都呀，安樣搞愛都細，很細，大師出嘛哦，古時候給夾拽係嘛，拽，老水灌進去，這個吃不了那麼，所以這我們在開動太水，這我們在，吃不了那麼多，慢慢的，你看，有流出來，你看，真的比較髒了，真的血水，真的懂垃圾哈，古時候，你看這一直變大，有，真的耶，都一直膨脹，給俺媽個時間，然後就把它關掉，然後呢，就不用好了，不用好，你看它水是不是跑就流出來了，跑出來。這樣金，一直壓，4、3中庸，真的，真的很難處理，真的難怪你哦，真很好吃。壓，你看有比較瘦的哈，比較瘦喲。要是人這樣壓一壓會變瘦，也不錯哈。
所以第一次壓這樣子算 OK 了嗎？可以，可以灌水哈。哎，那我來試試看，來，你休息一下。等下给了，好，不能那麼大，不要太大，要小小的，太大会噴出來了。清腸胃的感覺。那壓到血水沒有？哎，真的，你說賣豬肉的按便宜又要處理哈，賣某個都他不會給錢，你洗，然後把頭放在外面，對，啊，一直壓。哎呦，給啪啪個抹蓋哈，哎，真的，破了，破哦，哎，真的還有泡沫，你看，前面那些水，外面就會破，破，還吃到洗差不多500，哇，哎，看洗幾啊擺就等於凍湯呢，按就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，哎，真的凍湯呢，按用煮好誒，哇，真的按就做對了哈，OK，這樣做的，好，OK，哇，很棒，真的呢，豬羊變色，那按太唔可以用做按多要切啦，要頭毛，一頭拿毛呀，哎多，來，哇，這真的是切一半，頭拿毛，哎，沒這樣切，你多量切，哦，都要切一半，我們要包出來，這樣就可以了吧？切下面那半不要。OK，好，那就拿着，就用那一半，然後用流水濕鍋，哈，濕鍋，你說嘛濕鍋，媽媽來講，濕鍋還好切，哈，好切。我記得小時候吃的時候，你都是先燙過，我們就放到那個滾水底部去，它會縮的比較小。好切。哦，黑啦一樣，難怪其實麵店款飲食的就切好啦，哈，也就等起來，炸好了就炝高呢，今日俺做迄。糯米，你看今天糯米哈，真的哇，很香哈，真的超漂亮，很香。哎，要不然哈，我們切蔬菜，對，切搶出來，呀，這個頭要先切掉，不要，切深一點，對，我切的，對，OK，好，要最多的，來，這就可以。哎，糯米哈，拿切塊，不規則，反正你超時間哦。這個木耳真的很新鮮，然後這個鳳梨呢，我們可以再切，可以小塊一點哈。對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這樣，按做的，不是重的，你來，胸太低哦，這麼薄哦，太厚是它啦。哦，對，太厚是它。給它泡泡的啦。好，張文一米。哦，這樣子哦，這樣可以嗎？對啦。哎呀，切之後，這樣切哦。對。哦，哎呀，槓做的哦。更唔怕了。哦。小時候哦，媽媽做菜的時候把那個槓放到旁邊，我們就去。是不能偷吃的。對，我真的都專門偷吃那個。切薄片。哦，不要切三角形。哦，越薄。可是我就想說，它比較爽口，用了往裡提味是對的。就放一點點糖。這樣糖。對。沒有，現在的鳳梨很甜呢。是啊，你等一下炒好，所以我們不用。試試看。對。OK。好，鳳梨切好，然後用蔥哎，好，蔥我們要這個爆香用的哈，這個收走。你太浪費了，我跟你講，拿出來，拿回來，拿回來，我就已經切了。媽，你真的客家人哎，你這樣還要幹嘛？这個切這個一點就好。好的，敗家女啊。好，對，你看這個不要很多很多的，真的李某，這不要了吧？不要了。對，好，你不要說這可以擺盤呢。切斷對不對？對，切斷。好，你這些圓滾滾的哈，你稍微給它壓一下。哦，好，這樣。比較入味，輕一點。所以媽媽的素露老那就冇空腰哈。不是，因為我們現在都覺得口感好，就切這樣可以嗎？可以，這樣可以哈。來。蔥哎，放進來，不用都要，不用量，還有薑嘛，其實我們一點點就這樣，點點。我這樣，你有什麼要罵我的嗎？切絲，我跟你講，像這樣切哈，你要從這一方面比較好下手的切。那你試試看呢？你教學。哦，先切薄片，我知道。哦，切薄片，再來，等下這樣切絲，要看比較好下手的地方。你是按多把，可以的哈。好，好來，這片。哦，真的呢，果然是，然後這樣疊起來，對不對？對。哎，
不一樣哦。太厚就是太厚哦。這樣子，這樣就夠了。我80年了，你才好了，不要講我的年紀。還有嘎德味豬肉，還有已經醃好的那個豬肉。好，那我們可以加一點太白粉，因為之前我們是用醬油啊，我們加一點點太白粉，其實一點點就比較爽口，比較滑嫩。哦 ，OK，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這個可以拿起来，可以了哈。哦，放对对，撈起來，撈起來。對，那等一下就要請助理幫我切一下了哈。那這個湯過起來要不要再洗過？洗一下比較好，真的不好撈呢，按胎。小心哦。好，可以哈。哎，可以。好，你拿到後面去，冷水燙一燙，洗一洗。不用。好，加個煮起之後，你就開始做得來。其實哦，炒椰蓉菜哈，很簡單，就油，然後調油就做得了。當初冇貨呢。蠻快啊！哦，哎，你這樣有虧啦。哦，嘿，哎，你要切嘛？而且，那我椰仁哈，從下到去傳糖食飯啦。你看，這家煮哦就有這家煮的秘辛。你家很高矮有切菜有嘛？然後就知道平常時這家就亂切。如果也唔內講不話思路啦，就是簡易型，但是也 OK。下來你就撈糯米啊。放下去，椒我覺得可以晚一點放，因為我怕它太老。不會，我媽今天是來跟我唱反調的。好，鳳梨可以哈。OK， 好，哎，差不多。不用接水。對，我知道，我等下澆再下去。來，給我一點熱水。熱水，直接倒嗎？對，直接倒下去。熱水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拉哈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就讓它等一下。對對對，不用等會牛肉可以下去了。酥肺可以下去了嗎？可以，也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哎，酥肺一下就熟了哈。因為我剛才已經燙過，有7、8分熟了。要燜嗎？需要燜嗎？所以要燜一下，讓它燜到熟。燜的時候我們這裡幹嘛呢？媽，你覺得我今天這樣子動作怎麼樣？差不多，媽媽的7、8分，還沒有得到真傳。你滿分是幾分？100分。100分。我7、8分。媽，你要求太高嘍。因為小學考數學8分，我小學真的考滿分10分吶，所以你7、8分。對，有批到小米嘛？有些的有，一些的哦，那快差唔多。哦，差唔多嘞。最米，睇有。因為喺冇標樣哈，鍋有炝鍋。好，炝鍋，好，然後嘞就都在起鍋了。媽以前打人真的很厲害，我現在一凶想到都還蠻怕的。一拿起來做洗胃，鬼給一腳一直跑，然後我3個妹妹哈，全部就當場跪下，只有我一個人一直跑，然後媽媽就在後面一直追，追，我跟你講還會碰到我同學，他媽媽也在追他，規條路全部大聲音的。對。動吃，快做事。以後要準備的係麻油、七顏菜、亂酒。哎呀，菜要挑簡單嘛？你看似簡單，實際面做起來是冇簡單。看哈，要七顏菜、麻油、亂，好，等下就開始，要七顏菜一層拖一下。七顏菜，哎，切碎是嗎？對，不能切很碎哦。為什麼？你切很碎，它會氧化，會糊脫，注意了，會腐，咩唔好看。安迪冇，他講人嘛，他講人講七顏菜，華語講九層塔，你做嘛很多九層塔嘛？不知道哈。七淺菜，要他講人講的呀。唐貢特派有個皇帝，他逃瘟疫、逃難，逃到一個9層樓的高塔，可是水還是沒有退啊，沒東西後生，就發現哦，有一種植物就長到愛鳥，做的拿東香，就做的石頭爆爆，結果啊丟到給命。有土難哦，都給救成那高塔上面，然後主要是那個9層塔，它的生長就像塔一樣這樣子，9層，古時候就俺們都9層塔。不過他講人講7淺菜，後來人講高贊塔，就底是同一種植物。OK， 那幾多隻？嘛，它太低也還好。那幾多隻？哦，也按幾米標60粒。
好，那不用给我找客人去干，好，全部不用去哦。嘿，来给我我先大做万行给它翻菜。会的。打蛋啊，不要这样整个打下去，万一有一个坏掉，就整盘坏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所以要一个一个打到蛋里面，因为有个蛋。那可是嘛，这个蛋是昨天才生的，还都买个东西，所以不一定懂新鮮。人就會生的壞孩子。哦，人就會生的壞孩子。來，有沒有聽到？蛋也會生到壞蛋。來，小幫手，媽媽，你的客家狗語要跑出來。攪一攪，哦，攪一攪哈。壓轉，攪，盡量讓它攪拌。不用放任何佐味料嗎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因為那個青眼菜很香，我們就是要吃它的香味。有酒就不要放。哦，有酒哦，難怪他剛才是跟麻油雞有沒有都不放，到最後面會用一碗麻油湯出來沾，放點鹽巴沾，哦，所以是同樣概念。為什麼做這個菜我知道，因為我們家4個女孩子，沒有兒子，女孩子要補身體，特別她酷啊，麻油雞比較貴，所以就會用麻油蛋，所以真的我也很懷念這個味道。你要不然冇講，還是都要用出來夢夢的哦。真嘅啊，特拜青眼菜又不是錢，對，真的不用錢。隔壁鄰沙雜，鄰居牌，鄰居牌。以前媽媽每次煮飯煮一煮，媽小李抹青眼菜，我就跑到隔壁偷摘都沒關係，真的。開火，好，麻油蔥嘛。首先開炒麻油，來，麻油做我們的安泰風底毛，好，讓它加熱一下。冷火，冷火放麻油。不過我準備煮的還用小火哈，按火差不多了，你看哈。講學問了吧？哎，知道。你愛都唔提升給，那個就開火，然後就放蛋，就跟一般的煎蛋一樣嘛。對。哦。OK。好，然後慢慢的去煎一下。哦，有批到香味嘛？很香的哈。撥一點旁邊哈。你是要等它定型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就會弄一弄。啊，你就這樣變蛋花湯的啦？不會，它等下會定型吶。所以廚房只能有一個女人進去，對，就這個道理。我就受不了，我就覺得你剛剛只有7分，你不要破壞我哈。哦，對。罵他幾分？還沒。媽媽比較偏心。沒有，你看你破壞我的美感，有沒有？誒，差不多哈。差不多。哎，哎呦，大紅哈，用個勺子翻。咦，漂亮！哎。自己說自己漂亮，好，小幫手下酒，其實這樣子就很下飯。Thank you，好，哇，好 ，OK，就要讓它再煮一下，對，先入味，對不對？用這個酒來嗆鍋，真的就會嗆香。我可以煮差不多10分鐘，哈，你還不用等熟水，對，哈，因為要煮桶哎。其實這道菜我有時候在台北我肚子很餓，不想好像那種。大凍乾哥哈，就簡單的煮，啊就可以哈，可以再放一點。記得哦，一定要不用燒水哦，做我們的不用冷水。哎，好，你喝個湯，看看味道有米稀嗎？那不用得會癢。不是，不用，這樣很香，麻油的香，然後酒的清甜，因為煮過之後哈，就會變有點甜味。哎，這個也懂我生呢。你再誇，還有呢？我再誇下去就沒有你的地位了。來媽，你喝一口看看。來，好，哎，按你喝了給它平關火。OK，好嘛，懂熟了哈。哎，說的嘛。是我吃，我要一點點。對，媽媽是要加糖，你要一點點糖，一點點，那個甘味才更甘了哈。那我下次好了，這次先不要。媽，按幾多分？比你多1分，幾分？80分啦。你剛剛是7分，你滿分是幾分？100分啊。那我7分，他80分。我是說要說你80分，說錯。哦，來不及了，沒有偏心的，我已經受傷了。好了，就準備出鍋了。好。媽，來，也還給你做誒，煮魚黃梨炒燜米，你試看那裡，看米是樣誒，大樣就是咯，試看來哈，你看看來做，燜米有色，燜米好吃咯，這老闆會很高興，魚燜米還起中誒，你剛剛才採的，新鮮的，很脆，鳳梨呢？
不会酸。其实不会，其實不錯吃哎。哎，鳳梨醬很好吃哎。那我們這是創新，對不對？也不用得會鳳澤，你知道鳳澤嗎？可以，都不錯，鳳梨醬鹹度也剛好，真的哈。豬肉來一塊，大家吃豬肺來一塊，有你小時候的味道。你剛剛給我8分，趕快加分。好啦，100分啦。对，妈重的安远，不能在他的威严之下，有没有？淫威啦，这样没文化真可怕。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？太急了哈，來，還可以了哈。其實正經哪有 CCS 這個密西三斗，我真的超愛這個菜，再加上豬肺，就像你搞它感覺好吃，比較難處理，所以呢就直接豬肉就可以。我們今天因為要做原汁原味，真給媽媽小時候她就是用豬肺做這樣子，所以我們就原汁原味。但是鴨你那個好吃要用出來。粥的就用煮就煮粥的了，好，我的100分了。小松粥會給麻油切鹽菜亂酒，嘿，來媽你試試看，幫你舀一下哈，媽你不要偏心了哈。好了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哈。這菜看起來真的很簡單，很簡單。以前就有廚師講過，越簡單的菜越難做，跟那個番茄炒蛋一樣。對呀，你番茄炒蛋後生不是放那個什麼番茄醬呢？是那個番茄要先燙過，因為做道菜啊，哈，以前的人也拿來養生，以前沒有什麼補藥啊那麼多，好補，這個之前叫做肉圓乾，補腰骨，所以說這種自然的食材，它除了食補，它可以當藥補的感覺，就對。你吃吃看，媽媽都不敢講話，很好吃哎，一口接一口，那酒味剛剛好，就是不用糖，沒低度哦。酒味不是酒味，你有酒味。來跟我發音，酒，對，酒味，對，酒味。不過你這客家國語很有特色，我因為你這客家國語學了好幾段相聲，真的。媽，我們今天做這個菜就是小時候的味道。小時候哦，當然物資沒有那麼豐富，所以很多東西。人家就講媽媽是廚房的魔法師，對，油麻雞就煮麻雞，沒有那麼講究啦，就特別就特別有是爆就不得了哈。你知道你多挑皮嗎？怎麼可以跳到這裡？我多挑皮？你說一個西瓜是不是要破對半？對，一半吃掉了，一半要放在冰箱。他出去玩一玩，用這個湯匙去歐兩湯匙吃一吃。姐妹不知道回來要吃晚飯了，哇，吃光光。西瓜拿出來吃水果，沒有了，剩下那個皮，以為可以毀屍滅跡，可是要負責任呢，負責任，打，對，媽媽以前打人真的很厲害，現在一凶想到都還蠻怕的，一拿起來做席位，鬼給緊腳，一直跑。然後我3個妹妹哈，全部就當場跪下，只有我一個一直跑，然後媽媽就在後面一直追，追。我跟你講，還會碰到我同學，他媽媽也在追他，規條路全部大聲音的。對，所以你說現在想想，沒可能大聲音，就像小時候真的那些回憶很有意思。想起這些事情，也許你記得，對不對？也許你不記得，但我覺得對我們做女兒來講都是很美好的回憶。那今天呢就。特別呢，用這2個菜表達我們對你的這種感謝，也希望你哦身體越來越好，然後一樣那麼美，好不好？謝謝。然後我希望你也健健康康，對，大聲一點罵我們，要表示你還很有氣力，還有元氣，好不好？好，每次回娘家都能夠吃到媽媽的味道。對，好，你能做就做，不能做也沒有關係，我們就做，你就給我們一些意見就可以了。我希望能夠把這個味道以後傳承給我們的子女，他們也吃到阿婆的味道，好不好？OK，那給你吃到給別人後什麼？好吃。繼續說吃飽了喲，好，不管繞腿哦。
雪好的伊，愛唔是笑，長冷冷的天氣呢，綿綿熱的愛走的，長冷冷的天氣呢，綿綿熱的愛走的。長冷冷的天氣呢，綿綿熱的愛走的。長冷冷的天氣呢，綿綿熱的愛走的。兩三年。便是聲音，是這傍晚，是松樹，兩聲音，便是聲音。你講，sáng sáng就走的風風。